落日头的工课。台湾人南岛语的祖先，听讲是落日头的人。6000年前，因相信传说中祖灵是伫日头落海的所在，所以因就过艋舺对台湾出发，开始落日头。过到有岛屿的所在，就先停落来，伫遐生活、生炭。后时代继续过艋舺出海落日头，最后规个大洋洲所有的岛屿拢有南岛语的声音。语言学家甲编词典的人譬如做落日头的人。因为每一个语言的语词，敢若一粒一粒的日头，语言的祖灵就住伫遐。编词典的人每工敢若过艋舺出海的南岛语族，向日头落海的所在一直过去。日头搁出来，日头搁落去，新语词搁生出来。旧语词搁消失去，什么时阵会当甲咱语言中要活咧的语词，拢刻入来咱的词典？咱就是找着祖灵的人，通互咱的声音伫咱的土地继续互人听到。听讲因为安尼。若是规世人伫意词典编辑的词典家，拢会活甲老老老，因为逐工目睭闭金，又搁有新的日头通去照，日头永远照袂了，语词永远刻袂焦长。阮毋是遐尼伟大的词典家，只是愿尽要以咱族语的存亡。愿意贡献一寡青春来推广母语文。语言是咱祖灵的徛家，咱一定爱甲咱祖灵的岛顾好好势，毋通互因无处通住，四界流浪，变做孤魂野鬼。安尼，咱做子孙的就真不好。